节目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新北市瑞丰有一群人，伫昨早趁好天，小早去瑞丰的北分寮行步道爬山。半中途的时是拄到上百只虎头蜂攻击，有11个人互蜂叮到，造成轻重伤。其中有2个人伫救护车顶头就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不幸过往。 有被听到还是建议都到医院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去打个针。20早起有20位民众趁好天气，逍遥到新北市瑞丰区北分寮步道去佚佗，心到却伫中途拄到虎头蜂攻击。新北市动保处近期比对，认定是黄卡虎头蜂，现场至少100多只虎头蜂叮人。 有一个小平台休息啦，那有正在休息喝水啊，那一个山友就拿扇子出来扇嘛，热啊，那刚好就有一只蜜蜂来，那只蜜蜂刚好在他身上，他赶快挥走之后就来了2、3只，之后就现在蛮多只的，我们就吓死。虎头蜂真的很厉害，跟着你，跟着你，所以有的人就被叮了好多包。 警消派出20车51人去救援，搁早肾上腺素甲所有去协助。伫这20人当中，有11人互蜂叮到，其中7人伤势较轻，分别送去瑞丰炭工病院甲基隆中间病院。先下来的16个人里面，其中有7个被蜂蛰，那基本上都意识很清晰啦，没有什么大碍。 伤势较严重的4人，消防人员用光烧炭架将因搬落山，佮马上建立静脉输液补充体液。部分途中有2人失去生命现象，救护人员除了 CPR， 也用静脉注射方式自肾上腺素治疗昏迷症状。伤势上严重的姓焦甲姓胡2个人，分别送新北瑞丰炭工甲基隆北都炭工病院急救，2人伫暗时6点左右宣告不治。 病人的主诉是看到比较大只的，差不多有3公分以上，黑色的，应该都是虎头蜂。这虎头蜂呢，当然比较大只的时候，它的毒剂量可能会比较大。但是即使过敏体质，即使小只的知道，它会呼吸很急迫，血氧会降低，会很厉害的过敏性休克的症状。 9月份虽然是蜜蜂或者是虎蜂正常通报的大季，不过虎头蜂出现的比例也未少。民众伫户外活动时阵，应该避免穿鲜艳的衫，或者是喷芳水。但是拄到蜜蜂、虎头蜂、虎蜂伫附近咧说，唔通将伊移走，应该赶紧而且安静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